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你是否在现实的泥沼中挣扎，却不敢伸手触摸梦想？我曾经也和大家一样，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，可现实却一次次给我沉重打击。投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，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换来的是无尽的失望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这个梦想太遥远？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適合走這條路？大家好啊！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！係我啊，阿 Tim 啊，點啊？好多謝大家今晚出席呢一個聊會聊出嘅6週年啦。不過小弟就冇啦，因為小弟而家響中國山東呢度做緊人生嘅大事，所以就冇法出席。之後咧我就想講一聲好開心啦，好開心認識到大家啦，同大家一齊喺呢個聊會出入邊一齊踢波，一齊聊。之後就響呢個 N 次新咧，我想講一聲好多謝 Rise Team 啦，冇你哋咧就冇 Rise Team。雖然開頭大家係有少少嘅不愉快，少少嘅摩擦，但係呢樣嘢咧，我覺得就對我哋影響咗我哋嘅 Rise 嘅 member， 雙方都好齊心、齊上齊落，進步咗好多好多。所以我希望新嘅試新嚟，我哋 Rise Team 會越嚟越強、越壯大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安排。未講晒啊！之後咧，亦都預祝我哋聊和聊信嘅成班 team member， 我哋嗰個大 club 一定會越強越壯大啊！恭喜發財，興旺花！